Hello，好耐冇見啦，大家有冇掛住我呢？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我想講咗好耐嘅 topic，就係 shop bag 啦。其實 shop bag 大家知唔知道係有幾個功能嘅呢？首先就係網購啦，同埋打機啦，最多網紅講嘅就係打機啦。第三個功能呢，就係好少網紅提起，但係我係最想分享，因為其實呢個係最勁嘅，就係呢個 shop bag pay 啦。好，咁我哋事不宜遲就開始啦。第一個我想講嘅就係網購嘅現金回贈。其實好簡單，譬如你去買 Trip.com 或者 Uniqlo 或者 iHerb 等等，你有時會經過網頁或者 Apps 去買啦。但係咧 ShopBack 嘅運作原理咧就係你首先 download 咗 ShopBack 呢一個 Apps， 然之後登記晒之後咧就再喺入邊撳翻你要買嘅網頁 Trip.com 啊、Uniqlo 啊、iHerb 等等。記得一定要經 ShopBack 呢一個 App 去開啦，先至會攞到個回贈嘅。另外你仲要加翻喺個 ShopBack 嗰度加翻你需要用嗰張信用卡，而你喺嗰個商戶度咧一定要用翻嗰張信用卡嘅，可以超過一張嘅。我記得我登記咗2張。另外喺呢個購物嗰度其實有嗰個回贈係有2個狀態嘅，第一個就叫做追蹤中啦，一個就叫做已確認。追蹤中係咩意思呢？譬如我喺 Uniqlo 嗰度買咗400蚊，咁佢呢期做 promotion 話有7% 咁樣啦，咁4、7即係可能20幾蚊嘅回贈啦。但係咧，其實佢唔係會即時俾你嘅，佢係要等待商戶確認嘅，所以你呢28蚊咧就會喺嗰個 account 嗰度寫住追蹤中，等佢確認咧，可能分分鐘2-3個月啦，咁大家就俾啲耐性等下啦，等下，咁遲啲咧就會確認咗噶啦。我覺得如果趁佢有 promotion 而你真係有需要買嘢嘅時候咧，你係經 ShopBack 買係真係可以攞到唔少嘅着數嘅，尤其是如果你想買機票去歐洲或者去旅行嘅話，張機票都要5-6千蚊，咁個回贈分分鐘都可以200-300蚊嘅，要視乎佢幾時有一啲特別嘅 promotion 咁樣咯，睇下你遇唔遇得正。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希望大家真係想購物嗰陣先至去打開呢個 ShopBack，就唔好為咗想攞回贈就好似多咗藉口自己買多啲嘢咁樣咯。最緊要都係理智消費。第二個咧就係好多網紅講嘅打機回贈。點解我聽到咁多網紅講？可能因為我自己成日打機，跟住啲遊戲咧又會有廣告喺入邊，嗰啲廣告就喺度 loop 嗰啲 KOL 喺度玩遊戲啊，跟住就話有回贈啊咁樣。但係其實我覺得係有少少揾笨成分。佢聲稱玩到某啲關卡係有指定嘅現金回贈啦，有幾款嘅，可能有啲咧會過一關就有4先㗎啦，有啲就可能你要首先過30關就會有個幾，跟住過60關。又多個幾2蚊咁樣，亦都有一啲咧就係其實有一個門檻，就係你要購物喺入邊課金，譬如你買咗嗰啲咩工具咁樣啦，28蚊，跟住佢就會回贈2-3蚊俾你咁樣咯。所以嗰啲 promotion 回贈其實你可唔可以話好多呢？可唔可以話好着數呢？其實都要花你好多嘅時間去玩嘅，呢個真係要思考一下。雖然我自己都試過玩一啲麻雀 game 或者玩一啲接龍 game 去攞個百幾蚊，但係其實真係要付出時間去搶，同埋要留意住佢幾時有呢啲 promotion 咯。不過如果你真係好得閒好無聊嘅話，其實都可以留意嘅，因為間唔中都有啲幾筍嘅 promotion。但係另外一個要衡量嘅就係，其實你都可能會花咗好多時間去打機。好似我覺得我自己而家都花多咗時間打機，真係，因為佢回贈期其實有限期嘅，可能60日或者90日。有啲 game 我甚至喺回贈期過咗之後我都繼續玩嘅，所以真係會令我花多咗時間喺遊戲度咯。我自己覺得，所以提一提大家唔好為咗呢一個遊戲嘅回贈而花太多時間或者課太多金。第三個咧就係 ShopBack Pay 啦。其實我唔明點解啲網紅唔講呢一個 function，因為呢一個先至係最實際現兜兜好硬掘咁樣。我覺得啦，我覺得真係好非常之勁嘅一個回贈。大家去餐廳嗰陣咧，有冇見過餐廳個台面有一個 QR code 咁嘅嘢，紅色嘅 ShopBack Pay 咁嘅 QR code。如果你見到呢間餐廳支援 ShopBack Pay 嘅話咧，你就可以同佢講你用 ShopBack Pay， 跟住 ShopBack 裏邊咧其實有一個底下有一個框框係俾你 scan QR code 嘅，嗰個就叫 ShopBack Pay 啦。通常咧我就會綁埋張八達通，跟住喺 ShopBack Pay 嗰度咧就會用八達通。首先第一樣嘢就係佢喺 ShopBack Pay 嗰度間唔中都會有啲折扣，會有啲優惠，譬如滿300蚊減30蚊，或者成張單9折，佢會間唔中喺 ShopBack Pay 已經有呢啲優惠。但係最筍嘅就係，譬如你食一餐300蚊嘅，你用 ShopBack Pay
係直接會有10% 嘅回贈俾你嘅，10% 即係30蚊。不過你都要留意呢一個回贈唔係即時確認嘅，佢個條件咧就好特別嘅，就係你一定要去多一次呢個餐廳再食，所以就喺度 loop 咁樣嘅。其實個 concept 都係 loop，譬如你6月去過一次，佢會有個限期叫你8月，可能2個月或者90日之內咧，你要再去多一次，然之後再用 ShopBack Pay 多一次嘅。譬如你今次食咗300蚊，你2個月後再去同一間有食100幾200蚊，咁你個30蚊咧就會喺你第2次食嘅時候確認，然之後你第2次食咧又會有20蚊咁樣嘅回贈啦。咁亦都係等你再第3次去嘅時候確認啦。因為咧我自己本身有一啲好中意嘅食肆，我都會去得幾多次。然之後我見到嗰間食肆竟然有 ShopBack Pay 啊，所以我就即刻用 ShopBack Pay，然之後我就賺咗好多回贈咯。喺嗰期真係幾百蚊咁樣賺，非常之好。如果你喺附近見到有間係接受 ShopBack Pay 嘅餐廳，唔好錯過呢個 ShopBack Pay。如果大家未有 ShopBack 戶口嘅話，我建議都可以用下我個推薦碼啦。我會將個連結放喺介紹嗰度，亦都會放喺我嘅留言嗰度嘅。希望大家用我條 link 嚟註冊啦。不過其實就算你註冊咗咧，都唔代表我攞到個回贈嘅喎。其實個運作就係你要綁定卡啦，然之後要俾埋電話號碼啦，因為佢會 FPS 過數俾你嘅。跟住你要開始第一筆消費同埋追蹤或者確認，咁個介紹人咧先至會有回贈嘅。不過佢就係咁樣嘅 concept 運作咯。你有你嘅 account 之後，你都可以介紹其他嘅朋友去 join 嘅，咁你都會收到一個介紹嘅回贈咁樣。總結一下啦 ，ShopBack 有3個我覺得幾有用嘅回贈啦。第一就係大額消費啦，例如 Trip.com 啊或者 KKday 啊、iHerb 等等嘅消費回贈。第二就係玩遊戲啦，完成啲任務攞回贈啦。其實老實講，你都可以好開心輕鬆咁樣玩遊戲，亦都有少少進帳，好似感覺冇咁有罪惡感。喺你無聊嘅時候，我覺得都幾好嘅。因為我自己都真係曾經玩過100幾蚊嘅回贈啊嘛，即係攞過100幾蚊嘅回贈啊嘛，所以都幾開心嘅個心情。係自己衡量嗰個時間同課金嗰樣嘢咯。第三最重要，我覺得最重要就係食飯嘅時候用 ShopBack Pay， 呢個真係最實際現兜兜可以攞到回贈嘅方法。如果你覺得呢一條片有用嘅話，請你 like 啦、subscribe 同埋 follow 啦、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啦，多多介紹 ShopBack Pay， 我覺得係一個唔錯幾好用嘅 app 嚟㗎，希望俾到你一啲參考。多謝你收睇，下次見，拜拜。